嫣然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好。既然这样，那朕就将嫣然赐婚于你，日后你要多多照顾。谢皇上。恭喜尹将军，恭喜大哥。大哥，还不赶快谢谢我？我这都有大嫂了。谢谢妹妹，谢谢大家。居然没有想到嫣然会服毒，差点闹出人命。什么服毒啊？其实啊，是小四的龟息丸罢了。龟息丸？你说什么呀？还不是你这个好妹妹出的主意吗？连父皇都敢蒙骗。怎么了？你要告发我啊？我若要告密，你还能活到现在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呢先是让嫣然服了龟息丸，然后让她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中毒，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呢，都是为了逼你出来而唱的一出戏啊。难道这是你们设下的圈套？这可是皇后娘娘都知道的。妹妹，还是你聪明。那当然，小猪可不是白叫的。这施药一事啊，乃是嫣然的主意，也是为了测试你的真心。如今这段婚姻，正是因为你的勇敢无畏感动了他。哎，四王爷呢？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他呢。哎，小四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凌晨王到。舅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才半天的功夫，嫣然就白白便宜了以后那小子？皇上开了尊口，你我怎敢违抗啊？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王爷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这一次，王爷得舍出你的心头肉了。你是指你的双儿？双儿见过王爷、相国大人。双儿，你可知道我找你来所为何事啊？双儿不知。双儿，相国大人打算收你为义女，你可愿意？双儿不敢高攀。哪儿的话呀！从我一见到你，就觉得你跟老夫投缘呢。啊！还不快拜见义父大人！双儿拜见义父大人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起来吧。义父，可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吗？双儿啊，既然叫我一声义父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我这一生必定是要辅佐二王爷登上皇位，可是那谢延琪却处处和二王爷作对。自古长幼有序，二王爷本应该就是太子。
你能这么想，我非常高兴。你愿意为我和二王爷做事吗？双儿为难之际，是王爷救了双儿。现在相国大人又是这样的抬举双儿，无论什么事，双儿必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啊！双儿，这次要为难你了。王爷想让双儿做些什么呢？我和二王爷想让你成为谢延琪的女人。你吓我一跳！哟，把你吓傻啦？瞅你那小眼神儿，生无可恋似的。别闹，我有心事儿。哎呦喂，这自从到了古代，我可就没见你烦过。好吧，说来听听，也让我尽尽闺蜜的本分，帮你排忧解难一下。去死！顺便也让我乐呵乐呵。去死！我今天看着四王爷，觉得他心情不好，好像有心事儿。我想帮帮他。我也觉得他怪怪的。阿光，你不会是对小四的讨厌？你不会是对小四那个什么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是看他心里难受，我心里也挺难受的。轻柔，咱们帮帮他吧。怎么帮啊？哎，轻柔，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别看四王爷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其实啊，他也是受过情伤的人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觉得吧，他肯定也是无时无刻的想着他的心上人，所以咱们就像上次骗皇上那样，把他的心上人给召唤出来，让他见见，好不好嘛？不好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心上人长什么样。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哎，他们家里啊有一个那个女孩的画像，咱们就这么着把那个女孩的画像给偷出来，行不行嘛？好。小四，我们来找你玩了。广公公，哎，你们王爷呢？四王爷一早就出去了。唉，点儿背不能愿意受贿，咱们还是进去等他吧。走。